这是第一次哦，哦，第二次吧，第一次。然后我印象中应该是第二次吧。那份的零从。张小璐他们陪登真的，呵呵。哎，我手机呢？咋那么早哎？再来边照，你看那么早，好出来没来？哎，我们俩今天一样。你穿一样的是吧？我们俩一样，撞衫了。哦，撞衫了吗？这就是默契，家人们，默契没有商量。这直播。默契家人。空调，这天然空调啊。那你可以让你朋友给你这个小朋友潜力可以哦，就这么小，真的。搞忘名字4个字叫什么啊？昨天晚上问了，一下也搞忘了。雍正的妹妹在直播，在学直播，教她。你一播人全做完了，等会儿哈。我说你播的时候人都不在了。这个唱歌跟他们唱歌跳舞，看吧，好暖和嘛。他那个穿的衣服很暖和的，他那个放前面那种就随便跑，它有弹性嘛。不是我有一件红色的那个就跑不动，这个就可以随便跑。今天出来了拉了3次粑粑，在 Cosmo 然后待了一下，哇，里面好热。早上9点10点钟就进去了，待了半个小时就走了。
正常。这个插花一般没事，也不用管，小插小花。这个穿的颜色又是一样，又不一样啊，很好。每次穿的它们颜色比较鲜艳。这小朋友一个都不会跳，所以说曲张车那种，曲张车现在他的身高还是起不来，长得还就只有比真真还矮一些。我家猫的真真都比较高了，他们都是5岁多，哦不止，曲张车是3年级嘛，真真是5岁半，幼儿园都比曲张车高很多。应该以后就长得很快，应该是，应该看这寒假的时候也不知道，过来这几个月看它长多高了。现在苏拉的师傅成了杨秀了，应该是。跳吧，跳。我跳这一会儿。好呀，我玩它更热。对啊，好热乎。大苍琴，还蛮好热的。
过，现在这个要拿错和那个巴西，他们4个都1.7米啊，5个几个，现在这5个都1.7米。曲拉，不是曲拉，那就是曲拉，曲拉矮一点点，它其他都是1.7米。好，谢谢这一个。是这样的呢，我没问他名字，我去问的。那这些都是跳不了多久的。哎，你穿这个颜色啊，今天这个才发现它是，才发现，这第一次穿这种颜色啊。这个白玉县的老头子，雍正的老乡。
他应该冬天就住成都了，应该就不回去了。这高压床算了，跳个9分钟算了，一会儿。咱们每点关注的那个关注我家里有。那我今天也是盛装出席。咱们上期的专辑。那后面的这2个人到不？后面那两阿大哥后面那2个。谁啊？阿大哥后面那2个。哪两个？那2个，一个戴口罩，一个没戴口罩的。啊，谁啊？认识吧？认识吧？你上去问一下嘛。你把那个镜头朝着他介绍一下。红包还不认识，第2天来吧？他是第2天来，昨天来过的。昨天那个，前天没来，前天这2个。这个不知道是谁，待会儿去问他们。这个也戴口罩。新来的吗？昨天来的。昨天来的。这个也高1米7几。
但口罩还是解决不了，还是冷。你好，哎，戴个帽子哦，黄渤，这就是时尚。这儿还有一个，这戴帽子的是谁？这不认识。哎呦，反正不是团队。这会儿条条应该要去掉，条条这儿热起来还是要去啊。要戴口罩，要戴帽子，要戴手套，什么都用完了哦。你看了就温暖了，你看了那个帽子就暖和的不得了，不用戴都暖和。以前我们家卖个那个，从头到脚都卖个，衣服也卖个，就是那个时候衣服都是人均收入一个月才500块钱，现在那个时候就卖2万多，但是生意还买的人还很多哎。你想一年才6000多，你花几年钱来买一件衣服？你现在还是有钱，那个时候1万块钱就万元户嘛，你买一件衣服2万多。好多都是有西藏那边来买的也有，他们西藏那些有些部门给他们发那个给员工买衣服就买的我们那个，我们是西藏农业厅吧是谁啊？我和他们采购买的那个应该是18000左右，17000、18000左右，全是羊毛。手套也贵。到这。生活非常。这些年头已经不流行穿羊皮的。皮草那些早就好多年都不流行了，以前呢还流行，以前我们自己造一些衣服。
大西取证2天没来了。这两个衣服颜色一样的，上衣的颜色，基本上颜色差不多，一个深一个浅。战地来了，战地来了。高个子全部在一起哦。
两个。嘿嘿嘿，可以。都来了，而且这一伙啊，他终于来了。哇，小朋友好多啊！一排都是女孩子，只有一个男孩子。什么呢？小拉，都好高哦，1.7米。那个女孩知不知道是谁？这是杨娜送的，咱洗的那个。这个不知道啊，没去问，稍微有点年纪有点大了。28个毛，现在289这么老吧？影响。好哥，你打。好哥。
堆的小朋友，这园里面都5、6个，全是女孩子。只有1个男孩子啊。
还有看到了。口香糖吗？刚刚来吗？对，你看来你瞧了你。管教。终于要标切了。瞧瞧谁哦，终于。气温带到切了。不要摸。哇塞哇塞哇塞！哎，里面一大堆的摸。这几点钟啊？9点还没到9点，8点50。晃一下嘛。这是日出的地方啊。
好呢，好呢。哎呀，他起码是上吗？一会儿奶茶嘛，咖啡，还行吗？还是我有喝的，喝饮料的。刚刚去整团了没多久。当介绍。哎，宋医生来了啊！后面的是宋医生，急诊科的医生。后面那个敲那个防线，敲得也好。
稍稍问题。游戏。有别的场面啊。僵尸条啊！对啊，塑料有点改变，杨轩来教他。放个圈子吧。这不是圈子。我喊你去放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没有跳。啊对，去放一个你喜欢跳的这个。阿克乡巴，他们老家的这个。哎，这个是转几圈2圈啊？这边是1圈，转过来2圈。到西藏高中算了，我喊他跳过来。这3个都摆上了门子。哎，曲珍没来了，2天没来了。没来吧？他做了2天没来了。他怕冷了，他家里面烤火肯定。他有学生肯定带狗狗吧，他家里面有个狗狗小狗狗，才2、3个月，有可能抱了狗狗乱喝。乱喝嘛。这样。
较快，动作比较快。上。上古丽园，金色山古丽园。我要多狗，我要撸狗。好最后，你本来穿的有够厚的了，我觉得你穿的很热，放着它很舒服，肯定是很热的嘛。等下我走，把它不见到你，它会不会叫？它随时盯到的，它随时把它看到。真的，下次这里不在一个那个的话，还要翻开。你要仔细的。告诉们，来，好下去。哦，对，叫传承纳汤文化呀。下面有一个叫保暖的沙滩。发给他，他罗马那边加入他们团队了，加入范武夏卓林。康佳琪一直没跳，你要曲真要跳。但是力量最高的还是那些一个西藏国庄跳完刚刚。那个人不能，但是你要吃这个。
票号是几点了？现在还有7分钟。那可以走对吧？马上有好久没跳了，都是这个他们我忘了，因为那个拉曲太多了，和曲都连在一起太多了。这个谐音歌就还除了这个也认识吧？拥挤和拉曲的力量是最高的。这个。有点像曲真的，是不是？有点曲真的，稍微老一点点。他一直在哎，他一直脑壳那个，走，嘿嘿，他一直在看你啊，我把他抱那边去，你在那边，我抱那边，他脑壳都哎我那边望，肯定噻，他随时要盯着的。哎，好了，过来，长风雨。那就你一点醒我都不学，我就不晓得来，反正那种拉长没有跳那个扛下去，徐成想要扛下去。烧糊。跳也可以啊，人蛮手长了。
我去去年好像去真的，去年想跳康下去，我本来想去让他们放那个西藏高庄的，跳那个也可以啊。他能在比年还很好的。欺负我是吧？这个时间太快了，一下就完了。还播多久啊？马上就结束了，这跳完就没了，没有。这个跳了有可能还没有那个格式二王，格式二王那个是7马5，那个的有可能没有。这个是对，这个是格式二王。这是格式二王，1我还没跳。跳起来了！差点踢到你了，后面就是就有点分散了。跑快一点，追上去。他就放那个15。去哪了？快换！结束了。上了，15没跳，跳不了15吧？他说15放的话，他是我。也不是啊，这个地方很少。他天天攒，天天攒。呀，朋友们把大家都从一个帮助我给中国唱歌。跳过很多次，只是说只有几次，没有上10次这种。
休息了一会儿。哎，再跳一次吗？这几点？再来一遍嘛。这就是哦，9:35还可以跳一点。再跳一个吧，再来一遍嘛，再来一遍。再来一遍我会了我很简单，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我很简单是小的。你天天跳它。没到。哎呦，我摸高了，我也会跳。呀，朋友们有老板，大家能从你不帮助自己中国去唱歌。呀，朋友们，兄弟，我给大家唱歌。呀！哎呦！呀
好多汗水，全是汗。炒鸭鸭肉的鸭鸭腿。呀，我的是。巴达没有那个，这是我们粘着回来。哥，试一试，我都粘着回去。这些，我们粘着。你这不是？你看这个还好呢。这是我们老家的特色。对，给的。他说这是我们老家的特产。看得到。我刚在喊你，跟过来。好冷，冷不起了。各个的特色。那王清他们那边也才有这种。他后面那个叫啥名字？要那个要。给我去。谢谢。啥事？刚刚我一个同学来了，然后就过去打招呼。哦。所以不进谢谢。去商场耍噻。哎呀，你现在哪里？去商场。去商场看一下玩会儿直播才回去吧，是不是？你找哪个？找衣服吗？都找他。哎呀，刚才他来了，还是对啊，他后来跳了一点手。那个老汉嘛，越级喊的。老汉嘛喊了。哦，这儿陪他了。喊姐。刚才有一个那个。都拍了的嘛，有几个都拍了。你也拍了？是。你拍了吗？我谢谢了，感谢了我。拍了。待会儿我给你发给你，反正肯定手机拍的效果不怎么好。我开头在变胖了，我他跟我抢这个帐篷。我这个衣服都去年买的，然后不是我自己穿不好，对不对？然后这个它里面有点毛毛嘛，这个怎么样？这个看起来。你这个好热火。我跟他几个。你这个跳舞也热。对，我就把衣服冷的时候就可以穿上来，这冷到的感觉。走，上场去。哎呀，板块好宽哦。我求热乎嘛。好热火，好热火。等下有人做呢。朝鲜那继续去。好了。板块不是新衣服啊？啊？不是新的。我穿了3-4年了。对。穿了3-4年了。那个啊，对。他的抖音号。对民主党的那个。他们2个。你们要过去吗？隔壁子啊？吴京给你开嘛？吴京他在直播吧？吴京装备很多哎，吴京相机也买了，什么都买了。吴京。因为我刚刚也做那个事，我说他不是什么。走啊，去商场，好像去商场。那你把那个手机拿着吧。啊？手机？你的手机在我旁边。哪里呀？你坐的？啊？你有时间吗？有啊。一起去。怎么？多少钱？啊，我我要回去啊，才星期一啊。坐一下嘛。不行，我10点半要必须赶回去。哦，10点半。现在几点？10点半之前的嘛，必须到家啊。9点40多，9点40多。还早嘛？10点半之前就要到家啊，就昨晚上娃又是2点钟才睡，昨晚上2点钟才睡，他一直耍，一直闹情绪。早点回去，去。
不行，回不。走嘛，我们到那边嘛。真的不能那个啊。我们到那个10点半我嘛，到那个。又锁了那个外面，我又只去温江了。他喊你，不是我喊你。没时间了，这样子。那如果我晚上10点半必须回家。走吧，我没吃那我们到那个广场那边。走嘛，我都要去。走嘛，反正要经过那里。都要去，走吧，走过去吧。你们戴帽子是绒的嘛？哎，德国的帽子，德国的帽子，德国的帽嘛，有特色的帽子。前面他报了的。买来跳舞了。慢了。我觉得今天好像没昨天。继续跳。放回来。好，可以了。查查米看这眼扎呀，那么做的米饭的，去嘛那咱这米穷扎呀，把么子你半路的扎，像呀的路啊，啥的也能特别个的哩，吼吼吼，这些那苏万达的哩。像呀的路啊，啥人也能特别个的人，吼吼嘿，这些那苏万达的人。你罗拉拉看这云大呀，跟大妈妈谁都明白。送拉萨拉么呀，大大呀，有路人带的忙从着。像呀的路啊，啥么也能给干的哩。哦，真是那些的讲呀的哩。像呀的路啊，啥么也能给干的哩。哦，真是那些的讲的哩。像呀的路啊，啥么也能给干的哩。哦，真是那些的讲的哩。这样吧。这可以我拍吗？快点！快点！好的。怎么样？这个太重了。啊？这个太重了。等一下。太重了，上慢慢就习惯了。你要是迷你还是很轻的。我进见了的，我都少了一个了。
它还有一薯点皮的嘛。薯皮的嘛，不专门薯皮的，啊，也拿不到。还快点，对呀。不用豌豆吧？你们两个跳吗？你们两个吗？嗯。你们两个跳。我一个。第一个跳啊。哎，南哥，没事你放吧。哦，你想他可能有听到豌豆面不要吗？太远了，不好意思。重新来呀！没事没事。重新来，重新来。没有哎，没有。床上问他，不用我不用。没有热热。哇塞！太远。看我干嘛？我又没听到。看过来。看不不要看。有点意思哦。有点但你配不上他。这没看。但是你来了。哇！挂了电话。关注一下啊！
làm cha chế tao chế số làm có cắt chế mình mà tao nhỉ số khăn khăn tung cứ cứ đi cái gì càng là không na cha đôi cái gì số mấy cái thì là làm đẹp cái gì số làm chúng mình là bao cho cái gì số tiết số càng chế mấy cái gì别调热乎吧，热不热乎啊？脸上都红的，这吹得乌拉乌的那个风啊！啊，6分半。啊，你们拍吧，你们去，快快，你们跳。你们跳，你们跳啊！你们跳，你们跳，你们跳，你们选什么？跳。正确正确。跳靠谱山吗？靠谱山。来，动作快一点的。你跳什么歌曲？真的是哦，我要。这陪你们要拍什么放歌？拍什么？快点，下吧。他们要拍啥？下吧。到这儿有点下吧。好看脚，你看吧，放着一个。哎，要不要一个烟没搞？好冷吗？你看吧，你看冷吗？好冷吗？这个可以，这个简单，这个简单我就会了。还有他养不成？哦，拍啥？那这个重新放一个，两档就行，不用完整版吧，太冷了。一个都听不完。其实也差不多齐了，来真是啊，完整的。自己拿去啊。怎么不给我？我的。我自己带的，你怎么自己带上去了？我的天哪！
我的。
对接。好，那再选。你们团的名字叫什么呢？嘎瓦念松。对他们说的那个。这在直播。嘎瓦念松，对，是这个。无名。嘎瓦念松。无名知道我们了。到时候我给你加微信嘛。嘎瓦念松团队。后面的话也得。快点跳吧。跳不跳了？啊？还跳不跳？跳。可以跳。还跳。来，你们跳几个？哇，这又扣了。手宝的一些。跳这个我就觉得我施展不开，因为这个太那个厚了。乡亲们，你们跳几个？还是一起来一个？我加你微信不错。要不要帮他拿一下？你加微信。抓紧。要不然你拿一下嘛？没事，我这个拿。啊。你们一起跳一个嘛？就是电量有点不够的。对。我们一起跳一个。跳什么？好长的那个够不到吗？你这东西可以。你们给这条街，这大是嘎瓦念中。专业的。这都是嘛？干巴万亩是吧？这开旭在跳。这个不知道吗？这是这个蜡绣姑娘那个。蜡绣姑娘的分菜是那个拿去那个团队过来的。就是对艺术团嘛，比如艺术团他们跳。对。蜡绣伯母。对他跳的。他那个是开旭在跳。那边还有。我要学这个，下次我看这个。蜡绣伯母。蜡绣伯母。我觉得他激动的。他在激动了吗？不是，他在找我。不是的，他们我都把报道那个夸他不去比分开，我是激动。光线嘛。对，开旭就是开旭。再见了。